5月2日，萬事互相效力。經上記着說，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羅馬書8章28節。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。和合本嘅翻譯係基於部分抄本嘅譯文。如果我哋參考現代中文譯本翻譯，我們知道上帝使萬事互相效力，叫愛上帝的人，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處。或參看呂振中譯本嘅翻譯，並且我們曉得凡愛上帝的，就是按他的定旨蒙召的人，上帝在萬事上都和他們同工，來成就有益嘅事。我們就清楚明白經文嘅主語係神，使萬物運作的是神，不是受造嘅萬物。而人字原文係眾數，不是單指一個人。既是這樣，我們當遵行神的說話，彼此和平共處，互相扶持，守望相助，我們眾人就會一同得益處。讓我哋同心禱告。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賜俾我哋有家庭，有教會弟兄姊妹，亦都有不同嘅群體。主啊，願我哋懂得與佢哋相處，大家能夠彼此相顧，互相效力，叫我們得着益處。願我哋彼此都有樂意助人嘅心。當我哋中間有人遇到困難嘅時候，願佢哋都能夠經歷到被關懷同埋接納，又經歷到呢一份愛心同埋樂意幫助都係源於神，以致我哋更存着誠心同埋充足嘅信心嚟到神嘅面前，因為知道他愛我們，又引導我哋能夠發揮彼此相顧、激發愛心、勉勵行善嘅相互精神。但願我哋藉着參加教會聚會，能夠彼此鼓勵、互相勸勉，更深認識同埋倚靠主。甚願我哋都能夠成為一個愛神嘅人，常常聽主嘅話，進行主嘅道，喺真理中學習，懂得分辨善惡，竭力活出神國子民嘅樣式，因為我哋都係按神嘅旨意被召嘅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，求聖靈充滿我們，叫我們時常想起神的話語，並且努力活出律法精神，在這世代作光作鹽。